后来为着要来避免着性侵的假释犯再度来作案，老早伫15年前就开始使用电子卡条来监控。目前监控的对象有130个人。想袂到这个审计部针对地检署来做调查，结果今年的1月12半暝4点，全台湾22个地检署竟然拢有性侵的假释犯，无伫个线顶。 足足有120分钟久，也就是讲，这120分钟2点钟的时间，这130个性侵的假释犯根本就是无人监控，实在是真离谱。性侵的假释犯出国，若是评估讲有风险，除了讲向海区地检署报道，卖马上挂电子卡扣。 大个所在卖按监测器对查伊行踪，不过审计部针对地检署监控性侵假释犯做例行性的调查时，发现讲，包括台北新竹、台中地检署伫今年1月12透早4点左右，被监控的对象出现监控主机甲伊发信器无正常离线有120分钟，而且事后调查更加发现，当时全国22个地检署拢出现离线的状况，130个性侵假释犯，未说是迄个时阵拢总无人伫监控。 告警系统跟监控系统，它是2个独立运作的子系统。虽然有120分钟的误发告载，但是我们的监控还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法务部无承认讲监控有问题，厂商解释讲是系统更新资料有变动。不过审计部发现讲无正常的查证表、无详细登记离线的原因以及处理的结果，已经请法务部检讨。 虽然讲高检署对厂商的违规行为已经有甲做处罚，不过厂商暗藏真实的状况，时到若搁出问题，恐惊会去危害到妇女朋友的安全。